不离个想袂到瓜不贴雄雄阻挡，冲击到亲民党政党票甲立委选举的失处，和宋楚瑜是起无歹，而且佫去甲要甲台北市政府收拾市政顾问的职务失调。得到那个年龄都会比较，感觉上都豁达很多，比较没有那好像很积极于名利那种感觉。有时候应该有一些政坛前辈有空要多多去跟他们讲一下话。宋先生曾经有内心有思考过，是不是想要让这个柯文哲来接他的班？我们祝福他。刘小文强调，讲亲民党一直有独立参选的准备，啊，毋过保持开放的态度，甲其他政党来合作，要来拼2020大选。第三势力要杀拍倒哪里？怪不得进前佮讲，民进党伫县市竞选总部开真侪钱来选举。民进党主席窦延台讲，根本就无编这个预算，怪不得佮一个来呛声。有时候在讲话要用常识。民进党总统大选没有变县市的预算，这你相信吗？脸书上这样发文，我劝他赶快撤掉。毋那甲民进党伫媒体互相呛声，针对王集团董事长蔡英文讲，郭文哲讲的两岸一家亲是伊建议的。郭文哲表示，我敢若是对习近平讲过的话内底经济咱会当接受的话，要办世代文嘛爱办乡下，总是爱较实在来处理两岸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改善真正要来选的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仔日去到家己拜会到无党一个副议长苏德芳，互讲是去背蔡英文的条仔卡。另外也邀请总统蔡英文来甲伊辩论，毋过说互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回应，讲国党的投资中国遐尼济，若准投资台湾小国，这是爱台湾的表现。副院长，谢谢。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到家己聚会拜会无党籍副议长苏德芳，因为伊是小型自由会顾问团成员，所甲国家蔡总统有交情。郭台铭出行争取地方支持，也被解读陪审的意味真高。两人互动热烈，郭台铭强调来看老朋友，家己是人才真济，佮拍经济牌强调钱无分哪力，佮批评两党拢无专注建设，用意识形态治国。大家都在意识形态治国，没有用经济利国利民来治国，发展经济这个没有颜色，只有经济发展好了，才可以强化福利政策。郭台铭讲，确实家己参选目标就是解决问题，经济部分党派是毋是笃定参选？郭台铭办公室强调，9月17进前就有答案。佮向蔡总统下政帖，要针对产业结构、甲台湾未来辩论。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反对党要求郭台铭应该先加码投资台湾。承诺要投资台湾的郭台铭先生，到现在还没有兑现承诺，都已经9月了。希望郭董事长投资中国那么多，也能投资台湾，才是最好爱台湾的表现。蔡文伫93军日高中历史举行秋节大典，各接见建军企业代表，强调社会各界爱支持国军，各鼓励国军成军好出门。那么特别是在军人节这一天呢，凡是在街上看到穿着军服的军人，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国人同胞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加油，或者是比一个肯定的手势来向我们国军弟兄姐妹来致敬。蔡总统无回应郭台铭产业辩论，佮继续推经济接见东京大学访问团时表示，非常期待加入 CPTPP， 甲日本加强合作关系，对区域经济做出更较侪贡献。台湾有能力，而且愿意遵守国际经贸的高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咱稍后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伊今仔日除了主持市长会议以外，下晡也继续着市政请教之旅。另外，国民党也针对讲要甲韩国瑜换掉这件代志出来背花，针对着这款假消息讲会来提告，也强调讲绝对袂换人。高雄市长韩国瑜初早下晡去基山区参加市政座谈，会前专工去当地两间庙来拜拜，民众甲伊大声喊总统，互现场哪像变做造势大会，毋过过无偌久，口号就变做韩国瑜加油，哪像想要避免洪这个伫平常时拼总统选举。刚刚大家不要喊动算，喊加油是有特殊的。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开市政会议嘛，我们希望来倾听一下地方的声音，然后到庙里拜拜，希望地方平平安安，所以。这个时间跟选举无关嘛，好。强调讲下晡的行程拢是市政，韩国瑜讲会家己分好清楚，所以连副总统的人选要找谁嘛拢不爱回答。
你说什么？蔡英文市长要从何入手这件事有确认。虽然本人外讲选举的问题，毋过竞选团队颠倒是担心的议题出来，团队就向日本媒体强调讲，日本现在食品来台湾的问题，韩国队的态度未违反台湾的主流民意，日本应该想办法让台湾人相信现在食品的安全。若是国民党若像为着要解决韩国队的议论，还有外界风声，针对换韩国队的消息，党主席吴敦义讲100%袂换人。不能重蹈2016年的那种换柱的痛苦，100%不会，不会嘛？跟郭董沟通都是郝龙斌副主席沟通的。吴敦义讲，针对妨害国民党名誉的不实言论的提告，嘛讲过去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沟通，拢是透过副主席郝龙斌，毋捌找过经历委会副主席张显尧来斗相共，希望这挂风声到这就煞。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势。香港反送中运动代表人物、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等人，在今仔日也到了台湾，因也随去拜会时代力量甲民进党，暗时时阵会去台中演讲。黄之锋呼吁台湾人爱伫10月初1前发起游行声援香港，也期待台湾赶紧通过难民法，支援受迫害的香港人。13世纪9点外，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立法会议员朱凯廸，甲下联政副秘书长吴仁辉到台湾，身为反送中运动代表人物，请大批媒体下午3人拜会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黄之锋讲，香港考虑动用紧急法，香港上班备受恐怖气氛，呼吁台湾政府甲立法院赶紧修法，援助受迫害香港人。不管是一些法律的通过。法案的执行，或是一些政策，或是措施，怎么样可以让现在在台湾寻求人道救援的每一个香港人可以安全的生活？行政部门还是认为说，去修整个难民法，到目前为止，他们认为有其他的考虑存在。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最起码是不是从港澳关系条例第18条这个条文的补充开始做起？黄国昌呼吁受法相抗之下结束时代力量行程，黄之锋3人各赶去民进党中央拜会民进党主席窦靖泰。是在10月1号之前那个周末，可以选一天，用最大的能量动员所有支持香港、所有反对中共这样的威权恐吓、白色恐怖的人民出来。在党的部分呢，我们对于未来民间发动的任何活动、声援香港的活动，那我们都会关注，那也会支持民间发起的任何自发性的声援香港的活动。黄之锋等人呼吁台湾、香港是命运共同体，呼召台湾民众伫10月初1中国国庆日进前站出来，以实际行动力挺香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反送中的情势是愈来愈歹，伫昨暗，香港警察佫开始抓人，有人上攻击，有人是用无理由抓去，包括着真侪民间团体头人也在内。另外，除了东华大学以外，伫东吴大学有一个德文系细利的香港学生，也因为牵连着反送中的示威，互香港警方用到暴动罪该逮捕。早起8点外，关警冲入去校园抓人，结果有人涉迷糊跋倒受伤。香港大埔控教学院何过配兵中学，初3有学生响应罢课，警方接到通报了后去现场，伫拦截的过程当中造成学生受伤的意外。流血啦！流血啦！香港反送中运动继续升温，最近这几天陆续有几大名抗争者被攻击，也是被不明原因抓起来。香港政治主席林龙岩初3早起入境香港的时阵，被以涉嫌煽惑参与无经过批准的集结、参与无经过批准集结的理由抓起来，下晡被保释，但是爱受宵禁令。副主席陈家龙是伫初2深夜互不明因素攻击，若是讲互关东游行第2申请人吴坤泰初3早起伫咧厝里互警方带走。浸会大学学生会长彭仲贤伫8月初8对社庆被抓起来了后，初2暗佫以涉嫌窃盗罪理由被抓。另外，台湾伫东华和台艺大了后，一名读东吴大学德文系细利的香港学生，因为参与29围堵清水埔警署的行动，以暴动罪理由被抓起来。开学之后可以跟我们回来一起上课，就是说至少不要说人身安全，目前在香港还是受到蛮大的限制。
都即要开学啊，但是学生是毋是当到台湾上课也毋知影。根据香港警方的讲法，对6月到即陣已經抓1140個人。總共拉咗63人嘅，咁啊其中3人呢，一個咧兒童法庭，另外咧就另外2個咧就藏有攻擊性武器咧就亦都上咗法庭嘅，咁其餘60人都係擔保外出。那是伫車子案案召的衝突當中，總共抓23個人。警方佫指出，車子案記者翕警方當日，同時間有超過10個人包圍並且攻擊警察，所以警方無法度分辨示威者甲記者，講記者的使用號召噴劑，批評有人以記者做暗號來攻擊警察，提醒民眾，但是懷疑斷了嘅記者會當做警方團媒聯絡隊。記者綜合報道。規個反送中活動裡面有一個上界關鍵的人物，就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伊在頂禮拜甲香港商界人士舉行一場閉門的會談，不過內面的內容說服外國媒體 Lotus 寫出來，講到林鄭月娥強調講，若准伊會當選擇，伊會來辭職，也表示講中國佇香港問題頂頭無定任何解決的期限，也未出動解放軍的計劃。拜二一透早，林鄭月娥就隨召開記者會的背會，也講上界重要工作就是維持一國兩制。由開始到現在，我都並冇向中央提出請辭。宣布請辭嘅講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一早特別開記者會消毒，強調絕對無向北京政府請辭，下這個動作回應媒體，因為前一天路透社報道一段24分鐘錄音檔，林鄭月娥向香港商界人士透露心聲，講家己甘願落台。If I have a choice, the first thing is to quit. Having made a deep apology, is to step down. They and ourselves have no expectation that we could clear up this thing before the 1st of October. Another thing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is my own feeling the pulse and through discussions, CBG has absolutely no plan to send in the PLA. 對錄音檔內容，林鄭月娥強調支持私人聚會講話有感而發。發言中雖然帶點情緒，不過伊講會繼續留落來，帶到香港走出困局。嗱，儘管我個人情緒咧有好大嘅波動，我希望咧呢個係一個好明確嘅訊息。冇提出請辭嘅原因就係我仍然係認為我可以帶領我個團隊幫香港去走出呢個困局。我哋今次喺止暴制亂嘅工作裏邊咧，其中一個最堅持就係一國兩制。同樣地，中央亦都係好堅守一國兩制嘅原則。為傳出請辭，到解隨轉會繼續傳嚟香港前後講法，因講是180度大轉變，引起香港民主派議員批評。林鄭月娥連實質嘅自主權攏無，歡迎香港人高度自治根本是白賊話。因為連特首自己留唔留任，佢都冇自主權，你談何講香港高度自治？談何講港人治港啊？比如說制定禁止蒙面法等等。盡快地恢復社會的正常秩序，中央全力地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運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止暴制亂。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港務辦第4擺開記者會，針對外界的傳北京政府為了趕在10月7日慶祝建國70週年進程，會以更加強嘅手段結束香港抗爭。對此，港務辦無正面回應，不過強調香港只要加亂一天，對衝擊香港繁榮穩定發展，強烈表達希望香港趕緊結束亂局。記者綜合報道。接下來，咱來關心洪台消息。在今仔日半暝啊，所升級做洪台的第14號洪台艦魚，氣象局預期講，要到拜六時陣才有機會進灣台灣。另外，第13號洪台00，今日透早是佇烏蘭皮東南方的海面，拜三時啊會進灣到台灣的東南部海面。目前在台東綠島之間的客輪，今日透早也趕緊加開8航班，載着2000多名旅客離開。早起8點外，客輪載登來大批遊客對綠島登來台東的富岡漁港，受到連年風台外圍環流的影響，海上風應大，遊客講看到風台提早登來台東。他吐了，本來預定是明天回來。明天回來，行程後面的行程會被打亂嗎？不會。我們回來要
回来分道再往更改。对台东西甲离岛之间的客轮拜至开出8个航班，所运差不多2000名游客返来台湾。台东到兰屿客轮伫下晡1点过后，就全部停航，一直到拜四。花莲海巡下晡开始伫辖区的海岸，流行看到民众离开海边啊，避免意外发生。濒临台风来袭，旱季同有长浪发生，在此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海边。气象局表示，目前海面上有2个风台，今年第14号风台减鱼，预料伫8日左右会较接近台湾，但是欠缺明显的导引气流，都经过变数。第13号风台00伫拜三拜四上接近台湾，拜三开始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全台湾都会有落雨的机会。太平洋高压，它是不是如所有资料所预期？如果它减弱的比较没那么弱的话，会让这台风它移动的路径会稍微向台湾地区偏。另外就是台风北上过程中，它的强度会在增强，相对而言，暴风圈也还会再扩大，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持续在观察的。气象局分析，因为00风台和减雨风台拢伫一个大低压带内面，预料拜三了后，全台湾天气拢未稳定。但是减雨风台目前预估会向北东往福建方向行，暂时对台湾无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森林的那内的中兴村，因为平野营起伫遐，而且因拢用穿伫咧演练，唱声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国防部过去10多年，拢编列单年大约是600万到800万的回馈金，要来补偿一寡的厝边。不过今年将公所也将乌麻村、乌头村放入到回馈金运用区域，也引起中兴村民的不满。今年来中兴村徛街，村民报完车连连，因为这边壁逼痕，是国军进行实弹射击时被震破。因为中兴村多年以来设伫国军的炮阵地。村民的徛街伫实弹拍炮期间，也因为炮声造成玻璃震破，也是生活不便。先敢修理内底片的玻璃，阮才讲安尼遮大声，啊无你嘛敢按一个气密窗，互阮改善，啊才尾才敢按气密窗的。为了要改善徛街环境，国防部编的6年经费今年有800万，但这10年来6年的经费拢运用在中兴村。今年开始，咱来公所将周边的乌麻村和乌头村纳入补助的范围。引发中兴村民的不满。补助款已经补助阮10几年啦，阮较早总无去补助这两村，是安怎今年因有这权利？训场周边区域都算，只要是你有受影响，就是在65分贝的管制范围内的，这个有达到标准的等于线范围内的村，都是可以提案的。咱来向公所表示，过去10年6年经费。拢以中兴村为主要运用区域，但中兴村现在90%的徛街，拢已经有做隔音也是空调等设备。今年才会将受影响的周边2村纳入补助区域，一切行政程序拢合法，希望寡济受影响的村民来改善烟熏带来不便。记者为您报道。新竹工业区一年的产值超过着7000亿。也因为这个园区较近挖着湖口平压营的关系，地属园区内面厂房，敢若上济会当起3层楼高尔。也毋过国防部也在今仔日同意解除着管制区的限制，未来踮咧园内的厂商会当增加因的厂房面积，提升因的竞争力。伫咧新竹县湖口乡的新竹工业区，总面积达到517公顷。过去因为部分的路段增挖军事设施，地属真侪厂商的工厂无法度来混跨，嘛去影响到因生产的功能。即马总算是解除禁令，互烦恼土地问题真侪年的厂商拢真欢喜，即马总算会当解决。现在新竹工业区的土地越来越受限。那我们站在厂商的角度，我们当然希望依照建筑法规，在合理的容积率跟建蔽率里面，充分的把场地运用，这样子能创造我们厂商的竞争力。立委林维洲参加协调指出，这个解除管制对新竹工业区来讲，除了会当增加一倍厂房的面积，更会当提高产力，创造出更较侪工作机会。厂商如果买一块地它原来只能盖2到3层楼，那解除这个管制以后，就能够盖5、6、7层楼，大概可以增加2到3倍的这个容积。因为我们国内现在那个建地
建地不足，所以说这个限建的话，对他们设厂厂商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解禁以后，他们可以没有这个限制，他们就可以盖他们需要的厂房。目前国防部已经伫8月底发函内政部解除函关，准备要进入公告时程。若是这届土地禁去解除，新北工业区会当增加1倍厂房面积，预计未来会当看到像德科大楼真济状况同款，嘛会当帮助提悬厂商的产能，创造更较侪工作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唔知观众朋友您敢捌有一款的经验呢？伫台中火车头附近的干城，这块地啊，拢总有52条路线的公车会经过，不过全部的姿势拢刻伫一个公车牌仔内面，旅客总是来三无走。台中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表示讲，因为环境所害，所以不得已，也在未来会用智慧型车牌仔来解决问题。公车头摆到目睭睭，想要坐公车的民众，等找到伊会当坐的路线的时阵，有当时啊车帮拢已经过啊。算算咧，这个超级大的公车站牌头前后壁总共有52条路线的公车停靠站的姿势。对老大人，也是讲较袂晓使用手机啊公车 app 的民众来讲，真正会使讲是一种灵智。那个什么手机里面先查好，那万一我没有没有手机就是没有办法，是不是找到来公车都跑掉了，不好找了，是不好找，比较醒目了，但是字太小，总共有我们老人就看不清楚了。同款嘛是公车大站的三明路台中科大站，嘛有60外条路线经过，坐车的主线甲单车停来结合，互人较好来认捌。啊，若是对面的店家门口是甲单车的路线救护灯设7、8支的公车站牌分流分区，民众嘛较好找。台中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表示，干城站超级大的公车站牌，上主要是受到4颗米啊环境的限制。我们用传统站牌，它就必须设10几支的站牌在那边哈，那造成景观上面也是比较复杂，我们只能说设一个比较大面的部分。那当然，因为公车停靠可能就会造成周边的住户或者是商家的一个不便哈，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能设这样去设啦。台中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指出，要设公车站牌环境有真复杂的交通，还佫有环境的问题要考虑落去。若是照法规来讲，必须要公布的信息一项拢袂当减，所以才有一个超级大的公车站牌。未来会向电脑智慧站牌方向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开4亿外做一个指定化石园区，到今也累积24外万人去参加这个所在。不过，在这个展览场内面的化石标本却互人来破坏。文化局也决定讲，伫10月时阵会休困4天，要来做一个修理。位置变成是空的。原本应该伫台南指定化石园区会当看到的图，煞无看到。这是片顶悬的门手目检一个。虽然园区内底4家拢有徛卖动手起绑的标识，游客嘛是同款爱去卡。我这样推进来的时候，还慢慢关回去。对，那小朋友他不知道，或者是有些他就很暴力，他就会用这样子故意用推很大力。那安尼，有民众互翕到带囡仔在破坏场地。原本要互民众放囡仔的所在，民众煞甲囡仔放伫壁顶面，甚至连可比的化石标本嘛，互算甲落落来，干那会当放伫办公室等人修理。全台第一个以化石自主题博物馆，规模较大，参观人次已经24万人，游客真热情来捧场，却因为公德心无够，10月份国务里长爱连续休困，开始修复作业。那比较多像是家长可能带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安亲班团体带小朋友过来，那没有先可能对小朋友的行为有一些制止，是趁现在刚开学，现在人潮比较少，所以我们要利用接下来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会进行全面的修复。若是真正的化石，好加在官方有保护的措施。台南市文化局讲，这个场馆是经过各方的拍拼甲规划才有的，而且有推测山区附近文化观光当年的任务，敢袂当永续经营落去，就要看民众够保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好真。伫咧美国劳动节的当家也发生悲剧。伫咧南加州的 Santa Cruz 外海，当地时间初2半暝的时阵，有一台载着39人的畅水船导火所来沉去。目前已经找到25个人遗体，各位9个人是目前下落不明。
透早3点半，紧急救助电话拍破深暝铃声。概念号畅水船伫南加州外海发生火警，规架船真紧陷入火海。当局出动直升机甲船只紧急赶去救援，因为船顶载有数千公升的燃料，火势一直复发，无法度彻底拍火。事发进程，乘客已经伫甲板移开房间困个真熟，形容火势很高升困难。这5名工作人员也个清醒，及时跳海爬起救生船离换落来。因为火势真大，消防人员无法度爬起船顶，也无法度降破船身，加上大篷布拢看无，拢互救援搁较困难。The vessel began to sink at approximately 7:20 a.m. this morning. 39 souls were reported to be on board that vessel when it left Santa Barbara. 5 victims were subsequently rescued during the initial response and have been transported to Ventura Harbor. 失事船只是专门载客到附近海域的畅水船概念号，全长23公尺。这摆劳动者长假载客驶着圣塔克鲁之岛进行3天的畅水旅行，载33名乘客，6名组员，按算初二就会返来。当局目前要去找找15名失踪者，不过海华防卫队表示，可能要做上摆拍算。概念号畅水船是当地一间数十年老字号旅游船业者，过去记录真好。火警原因要在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因号做是大西洋有史以来第2大的大风台 Dorian， 也伫这个巴哈马斯顶头停飞40点钟，也因为狂风大雨伫咧吞打，官方表示讲目前尚无有5个人来死亡，也因为这个风台会近挖美国的东花，真侪州政府拢赶紧甲民众疏开，飞行机的航班也随来取消啊。受灾电话条啊，个主体全部浸伫水内底，水因规了公尺悬，而且厝4可维亚的风是正透。这栋厝的厝顶全部启用掀开，风甲雨全部渗入来厝内底，内底物件四界洋飞，就若像战争的现场。超级风台多利安登陆巴哈马群岛，即摆若像伫面顶踅人拢无伫震动，巴哈马的民众是海惨，因为因可能面对有记录以来上恶劣的天气状况。多利安上大的风速已经接近每点钟350公里，比高铁的速度更较快。目前已经拄上强的5级风台，一路降到已经要变做3级风台啊。Thus far, the Royal Bahamas Police Force has confirmed that there are 5 deaths in Abaco. Teams will go to Abaco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full and proper assessment and identification.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historic tragedy in parts of northern Bahamas. Our mission and focus now is search, rescue and recovery. 面对真强的多利安风台，美国东花大家陪拢变真难，包括佛州、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拢对烟花。江办的机民发布紧急疏散令，非洲国家机场的航班嘛拢来宣布取消。It's empty. Take a look. It's pleasure. Not hectic at all. We had to change our original flight, and then we changed it again yesterday. We changed it again this morning. So we're hoping this just one's the charm.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多利安预计伫当地拜日暗时接近美国佛州、南卡罗来纳州，还有乔治亚州。记者综合报道。热带雨林阿马隆尼亚一直拢有一个无名火，也有人讲野火伫咧烧，互巴西政府有影是真头疼。之前佫别讲，伫雨林内面有人违法彻查、混看农场的土地，甲种非法的食物，甚至有人伫内面挖矿。或这个合作地球智慧雨林也面对各种威胁。赶紧建立前，美伫个警车后壁，佮一直要求迄画面的人赶紧找所在避。巴西亚马逊雨林的地盘警察伫当地8月30号发现有非法的抽查业者，佮甲嫌犯互相开枪。人来讲的地球的鱼的亚马逊雨林，除了野火问题，佮有非法抽查、扩增农场土地，甲非法挖矿者的交易。但去年1年，伊就损失了12000平方公里的拿地。É uma operação conjunta, né, entre o BAMA e a Polícia Federal. A gente foi flagrada uma atividade garimpeira, funcionando legalmente, aqui no município de Altamira, no Pará. A área aproximada de 2 hectares, foi feita a apreensão do maquinário, né, todo envolvido na operação.
外国媒体报道，巴西农民用放火方式庆祝，虽然嘛是破坏环境的原因之一，但各地牧场业者为了扩展用地，霸占公有土地甲原住民保护区，违法错了超过200公顷森林，这是破坏武林生存的原因。其中，佮牵涉到业者甲政府官员挂钩，做出假证明书才会黑色行为，甲让法律漏空，甲开荒的人占有公有土地行为变成合法。这背后经济利益因公是真大，互当局无法度防范，嘛造成亚马逊武林内底原住民是经济困扰。A queimada aumentou, os invasores aumentou. Não é só aqui não, né? Tudo onde tem área indígena está afetando. Está afetando os madeireiros e os garimpeiros também. Graças a bom Deus, o garimpeiro não tá aqui ainda, não está afetando ainda a população do povo caritiano. 目前，巴西总统波索纳罗除了限期禁止火警以外，慢慢表态，因为无望甲亚马逊武林分作几块地卖出去。特准讲要坐轮椅，嘛要伫9月会顺利联合国大会面顶讲亚马逊的火灾危机。若是哥伦比亚8号要为亚马逊武林大会举行的峰会，波索纳罗是已经确定无要出席。记者陈世彤报道。中秋节特别到啊，也因为真侪人会对中国炸月饼回来，若是安尼，你就爱注意咯。中国非洲地震是真严重，最近台北海关拢查到真侪人对中国炸月饼回来，内面拢有猪肉成分。不过因拢无来通报，也罚因3个人20万。另外，在这个海巡署台南沿海所在，也头摆发现到水流猪的尸体，也当咧检查，敢有一个非洲地震。那内面底一粒一粒来自中国，内面有猪肉的月饼，中秋节要到啊，真侪个人可能无啥清楚月饼的成分。炸中国制造的月饼入境，特别官表示，初一暗，小电线炸获3家民众对中国登来台湾用托运的方式，分别炸14公斤、0.75公斤和2.04公斤，内面的有猪肉的月饼，拢总无申报。很多月饼都放在托运行李里面，那我们也要一并提醒民众，就是托运行李的话，一定会100%经过海关查验。我们检疫同仁一定会把月饼拆开来，然后用刀把它切开，看看里面它月饼的内容、内馅、内容物是不是确实含有肉品。如果是来自过去3年发生非洲猪瘟的国家，例如中国大陆这样的话。第一次会被裁罚20万元，第2次会被裁罚100万元。台北县查获了后，移送风检，拢被重罚20万。真侪旅客会对国外炸月饼入境，风检局再三提醒，中国香港拢是非洲地震疫区，民众伫咧遐买月饼，爱记得分辨包装，也是问店家看是毋是有猪肉，若无一旦被查获，上当会罚100万。沙滩发现疑似猪只肢体。另外，台南沿海初二暗头一摆发现，敢若是水流湿地，猪仔外表已经明显烂去，趴伫咧沙坡地。反倒讲病源滋生也是扩散，现场虽有封锁线。台南东部处接到通报，赶紧去处理。防疫人员全副武装，解破产油了后，就地甲伊烧掉抬起来。产油结果按算2天后完成检验，但是猪仔尸体对倒位来的，相关单位阁爱厘清。防范非洲地震疫情，政府毋敢大意，刘海讲全面封堵。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在地老牌子老饭店大北饭店，在地经营是要40年啊，在今年7月刚被收起来，本地甲消费者讲好势讲会甲因退钱，毋过到单拢一时拢谈无。透早台湾的消保会也带着受害民众来到台北饭店，头前要来抗议，要求业者爱出面来负责。毋过经营团队说甲手机电话拢关机，有影是真恶质。受害民众去高雄台北饭店门口来抗议，台北停业到紧，答应提档的参观钱、订桌的钱嘛拢无互因，业者嘛失去联络。这个今年10月份要结婚的张小姐，3月份有付22000块的订桌钱，毋过煞怎拢等袂到退钱，还有消费者收到台北社会讲甲参观正本价自己来当退钱，同款嘛无。在7月份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愿意接电话，还有处理事情，也承诺说，如果我们要退订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之后开始打电话的话，相信有很多消费者都一样，都找不到人，然后上门来寻求协助的时候，都是大门深锁的状态。是寄过去的那个挂号啊，然后他就会陆陆续续帮我们处理我们退款的事。
结果呢？结果8月中等到8月底都没有了。台湾消保会表示，台北召开股东会决议倒店，啊，毋过照公司法，股东爱伫10天之前来通知，即期台北早就决定讲要关门，所来欺骗消费者，财务共款搁伫咧，而且搁甲消费者讲会有新的团队来接手，会当处理所落来的业务。7月中的时候，其实是有跟消费者用 email 的方式承诺说，将餐券的正本交回，给他们1个月左右的作业时间，他们会退款。我们原则上就是跟我们的原地主重启租赁契约，由我们那个联上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叫联上餐旅来跟地主那个继续这个租约，然后跟原来大巴是没有关系的。外界传讲要接手的是联想集团，联想回应讲，干那是要租土地，无要接因的产品，还有订购的业务，啊，毋过会考虑甲台北区的员工留落来。啊，若是消费者的权益，市政府的消保官表示，当地了解状况，嘛会斗相共消费者保护因应该有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限制因的人袂当来台湾佚佗，观光局也赶紧要来找更较侪旅客来，将目标放伫成长上紧的东南亚旅客。不过，会当带团的导游是无够多，观光局也赶紧要来办理语言的训练，希望今年会当招100位以上。新南向的旅客伫台湾餐厅食饭，导游拄边斗相共，甲餐厅反映讲菜要更较险劣。就算讲旅客当家己用简单的英语甲点头来沟通，啊，毋过因为国籍甲关系无同，旅客嘛是需要导游斗相共。用英文稍微，那我们也是一点点英文跟他沟通这样，对。有机会跟他讲用英的状况吗？也是会有啊。因为中国旅客来台湾的人数衰退，观光局更较摒弃招新南向的旅客，啊，毋过来看接待导游的人数绝对袂到团客的成长。上欠的是越南籍的导游，欠也是超过100个；泰国籍啊，个印尼籍的导游有渐渐增加的趋势。观光局已经连续3档举办较少的语言导游辅助人员的训练，今年更增加场次，对象是新住民甲相关机系毕业生。你觉得这样对业者来说有帮助吗？有啊，我们希望的是经验上。不只说就是培养说从学校出来这样，其实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他可以熟稔旅行业的工作、导游的工作。那有兴趣的，那就可以进一步透过我们的考照班，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训练，那进一步考取导游的执照。观光局表示，负责人员通过培训了的角色，就那就是翻译。伫咧欠导游的时阵，业者得当用华语导游配一个翻译人员。观光局嘛希望讲，翻译人员伫经过带团的经验了后，会当变做导游的精主球员。未来嘛当伫观光局的培训，通过导游执照的考试。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校长兼讲经，即摆老师是爱兼招生。因为囝生少，真侪学校拢经营困难，甚至私立学校有甲招生的工课，甲教师评鉴白做伙。根据调查，台南的远东科技大学就是安尼做。教育部也请学校来修正着相关的规定，未来因若无来改善，就会减除因的补助款，甲因的招生名额。私立大专以后面对少子化现象，低数招生压力每年提悬，部分学校只好将招生当成上主要任务。教育部最近又查出，台南远东科技大学将招生纳入教师评鉴的基本项目。招生项目纳入教师评鉴，并列为基本或扣分项目，这些跟教师评鉴的意旨是不符合的，学校应该要修正相关的规定。纯粹是针对加分的部分，鼓励老师能够帮学校去做一些宣传，这样子还是以我们的教学品质为优先。那老师的部分呢，我们会再跟老师多沟通。学校表示，即卖教师评鉴，教校占40%无变。另外，研究辅导等项目是单性配分，依照教育部规定修正。招生之后会改为加分项目，各甲教师沟通。有教育团体指出，招生之后白评鉴，伫私立学校常常看到，呼吁教育部爱正视这种过度动员教师的状况。招生并不是教师的本业，所以如果拿招生来评鉴教师，这个是违反大学法。招生业绩纳入教师评鉴的学校应该严惩，而不是只有发文做纠正而已。
苏校工会指出，目前已经收集4-5间学校资料，交予教育部调查。不过，也是未少学校是以私底下方式来进行，希望教师发现状况，要赶紧反映。教育部也提醒，经过调查，且学校修正规定了后，确实无改善，会直接行政缺失，若是严重，会扣减将补助款加缴生命价。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的情势是一直烧未退，到今也要3个月啊。有民间团体认为讲，特首林郑月娥已经错过会当解决的时机啊。也香港学者也来认为讲，香港特首毋是人民选的，毋免对民众直接来负责。也因为香港民众的意识变成悬，冲突恐惊会愈来愈严重。香港市民不管是以合理化的态度行上街道，也是和平全副武装冲击第一线，直接挑战警察执法。反送中行动已经持续将近3个月，特区政府直直无要正面回应民间的5大诉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午就在特首办举行记者会，她强调自己并未向中央提出辞呈，而她也相信她可以带领团队帮香港走出困局，因此留下是她唯一的选择。民间团体观察，伫咧北京的压力之下，林郑月娥确实是无太侪处理的空间，但是伊嘛错失所有会当解决的机会。林郑月娥她本身，我看不见她自己可以做有多大的决定。她尽管事件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想做一些决定，曾经有一点点的决心，可是她错过了所有的机会。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陈敬祖嘛认为，若是香港政府一开始就正面回应市民的诉求，嘛未发展到这个坎站。但是特首会有这款的态度，嘛是因为伊只敢向中国政府和将伊选出来的功能界别，一般是工商界为主的代表负责，毋是对一般民众负责。学者观察，无多都是普选，嘛和特区政府甲人民的对立，恐惊会更加加深。这个是目前香港的很大的一个困境。让市民的这个政治觉悟越来越提高的一方面啊，他的诉求也越来越提升。那另一方面来讲民主是完全将来没有出路这种情况底下，两边的冲突都会越来越这个升级。反送中抗议无组织、无大咖人物，学者认为，这嘛代表讲无人会当代表民众，甲特区政府直接谈判甲沟通。佮再加上看无港府提出诚意甲人民对话，嘛拒绝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厘清警方过度执法的争议，所以真歹看会到抗争行动有和平结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伫去年10月，中华丽水方逼出有一间古厝的共产庙辟魂闪失，近也搁伫咧台南新营，搁出现一间大铁铸的共产天后宫。台南市公务局也派人去看，发现这间庙是起伫养殖用地顶头，也这个起这厝也无牌，认定因是违法的。红色铁片厝面顶有挂天后宫的牌。毋过真少来看，两边白色的字说写讲台湾人民共产党，两岸一家过好日子。宫庙边的空地还有插2面5彩旗，看起来就是要公开表态挺共产主义。我本来对这我认同，我香港安尼感觉我小可会惊。我台湾真民主啊，是不是啊？这大陆早就失踪去啊。当地大部分的民众表示，若是无去调查到别人的生活，就尊重对方的政治理念，这就是台湾民主珍贵的所在。毋过，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疑，这间宫庙吊羊头被搞吧，真无单纯。共产主义是无神论，你弄了一个天后宫，那是在侮辱神明，还是利用神明掩护共产主义？当地的人表示，起庙的人就是台湾人民共产党党主席林德旺。这几天带团去中共亚马祖登来台湾，毋过有民众检举是违建。台南市府公务局已经初步派人来勘查，发现建物起伫咧养殖用地面顶，而且嘛无来申请建筑执照。目前我们查的这个结果是没有申请建筑执照，牵涉到用地跟其他单位的部分，我们也会邀请相关单位来做一个会勘，去确认违规的事情。公务局表示，这礼拜5会甲其他局处来去现场勘查，会搁看会勘的结果来进行审议，决定讲敢是要拆掉。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农民是靠天食饭，伫中华新港葱头是种真济，毋过在顶个月拢是伫咧落大雨，拄种落去的葱头材拢互雨水浸干烂去，看这个收成可能是剩无到1成。
不过因为无达到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只好偏啊望咧怨天公伯啊。农民伫咧大日头骹压腰，将一把一把的苍头栽啊插入去田内面。苍头是中华关新港乡主要的农作物之一，不过因为8月的超大水雨，互部分农民损失惨重，规个苍头田拢浸伫咧水内面。搁拍日了后，苍头栽啊烂去徛黄，即马就算想要定种，嘛买无苍头栽啊。惊大雨，搁惊水啊，惊大雨。你落久啊淡内底淡湿，啊就挡袂牢，就拢烂起烂。啊，第二发烧啊，总烂了，佮因为伊细长，伊的，咱想讲伊的迄根部，甲迄个伊的发力也袂够遐，所以按伊就死。啊，若较悬地数啊，伊的损失较少。姓陈的农民表示，伊总共种差不多3家的苍头，即马剩无一成有法度收成。苍头栽啊的成本搁再加上人工，损失至少60万。即马因为买无苍头栽啊，嘛只好等下一期才法度定种。不过农民这个损失，可能无法度得到相关的补助。目前全县洋葱遭受损害的面积大概是3公顷左右，让未达农业天然灾害救助标准的单一项作物无收获面积5%的规定。中华关农业处表示，8月超大水雨，搁再加上风台，除了苍头，包括稻啊和果子类等农作物嘛拢传出灾损。农委会虽然已经将各一种农作物损失的天然灾害救助标准对10%放零到5%，但是中华关嘛是无农作物达到标准，农民恐惊就爱家己去收这个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现代科技新产品无数教人惯精神。伫咧台南将军有一对姓黄的兄弟啊，当去处理，甲因处理的时代斗做事。因也看到讲因的时代种这个芦笋遐尔辛苦，所以决定用科技的方式来斗相共。利用科技伫咧监控温度、湿度，也甲这个虫害减少真济。那这芦笋真成功，也外销国际。饲鸡仔食草，饲鸟仔设念虫纸来除虫害。这是台南将军区的温室芦笋园，两兄弟仔做伙接厝内底的田，种芦笋无喷农药，转型无毒的种植。因讲家己厝内种的青食完全无问题，又搁甜又搁脆。折断，嘎加。对。你猜猜看，为什么可以生吃？那很简单嘛，当然是没有喷农药。对，我们是用无毒栽种的方式。对。两兄弟仔细汉的时阵，就对阿公到田里斗相共，退伍了后，唔甘伊是大人做事艰苦，转来接这片田，一开始露天种植，后来拄着风台，才说服长辈去温室。转来5冬，逐工的生活拢对着芦笋走，半暝啊4点外就开始采收，分级包装，一路无闲到下晡，用品质建立家己的品牌。如果在夜间采收，它会比较嫩。对，因为你如果照到阳光的话，它可能会纤维化比较快。对，那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不好。对，那我们基本上都在凌晨做采收。两兄弟仔对田园的管理真认真，伫咧用虫纸的区域设监控的设备，观察虫害。芦笋园24点钟控制温度、湿度，互芦笋生了又搁大长又搁幼。少年辈都来做，无像因老一辈。经验一定有几十年的经验伫些啊，讲有一寡仪器啊、设备啊，有法度去帮助阮安尼去解决这个经验的问题。安尼对阮来讲，其实叫做方便的，嘛较成功。对品质来讲，拢有差，拢有影响。即马黄家兄弟的温室，正就是参访的示范点。若讲着要安怎照顾这片园，除了有讲袂煞的技术，更加有诚深的感情。少年人转来家乡做事，用汗水嘛用科技，种出上青甜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的囡仔，有影是真好命，要爱啥就有啥。毋过伫较早要做佚佗物仔，就爱靠家己的双手拼。伫屏东的鹿林有一个做囡仔耍的高人过东元，伊是个教人做囡仔耍，研究其中的奥妙，也讲教人耍平尾变得更较趣味。高水的插头红仔体操选手，逐遍拢会表演无共款的动作。屏东林鹿乡的囡仔算达人过东元，用竹啊、弹弓啊，都发度变出真侪新式的物件。伊嘛改良体操选手制作的方式，互囡仔袂当轻松动手做。压一次就有一个动作，压太快是只有翻滚而已有时候无聊的时候可以压这个
很疗愈。郭东元讲，细汉的时阵，爸母无闲咧做工课，伊无钱通买佚佗物仔，就摕手里有的材料家己做。郭东元后来参与文化资源普查，和顶一end的交流囡仔耍，用竹来做琴，也是用弹弓做手摇的铃鼓，让互人回味早期农业时代的生活。那个阿伯啊，卖麦芽糖的阿伯啊，他就没办法用喊的，他就摇这个很大声。那我们小时候还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说，那个卖麦芽糖的阿伯来了，啊，我们就会拿那个不好的那个破铜烂铁可以回收的，就会拿去跟那个阿伯换麦芽糖来吃。今嘛郭东元参与屏东县府客务处的产业辅导，定定是家去教囡仔做囡仔耍，囡仔家己动手做，研究其中的机关所完成的物件，比任何用钱买到的物件更较好耍，更较珍贵。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抗啉做人就端正，好死留皮人留名。伫婚林四湖也是口湖的所在，那准是较热闹的市中心。咱看到一个阿伯伫咧卖卖鸡糕，而且伊哪卖哪念四句联，佮讲一寡款式好话，而且规台车拢打真济票啊，互人感觉真新鲜。头家也希望讲哪卖卖鸡糕，可劝大家人来做好代。车顶搭满抗世标语，từ quê路话卖，伊是王宝生，今年已經67啦。甲人上無共款的是，伊若賣賣雞糕，那念四句聯。新娘獻花有大財，夫妻同心來拼同來。日後家屬你兩個愛安排，我們早日家你抱孫，兼愛做回來，車四句聯啊，你就歡喜來。伊的聲大白，佮念四句聯話尾，互人感覺真新鮮。王寶生自細漢就做生理較緊，từ婚林四湖也是口湖較熱鬧的所在，攏會看到伊四句話尾順續勸人做好代。感覺足趣味的啊，唔捌看過啊。啊，伊這內底攏有寫一寡款式歌、款式話啦，叫人做好代啊。哎呀，我嘛第一屆看到，足特別。王寶生希望做生理也通勸人唔通為非三做，社會才會和諧。伊較早對高雄做生理，即馬食老啊回鄉做生理度日子，賣賣雞糕勸人做好，伊就真滿足。記者綜合報道。中秋節就伫要到啊，伫南投水里鄉農會，家政班逐年攏會做月餅，而在今年特別邀請少年師傅來甲家政班的媽媽做月餅。除了有傳統的綠豆椪以外，因也開發一種新型的輕月餅，咱做回來看。厲害的就是中心點在中間。糕餅師傅詳細解說做餅皮的撇步，大家每角攏愛真細膩，才法度捏出圓圓的月餅。家政班媽媽是頭一遍學做這款有遮濟色水的月餅，大家人攏足認真咧聽，聽了就隨便親身挑戰看賣，大家攏真期待家己動手做月餅。要先把那个原味的那个手工先把它那个技巧先把它熟练好，那做彩虹月饼的时候，颜色才不会糊掉。因为大家一起学习做的时候彼此都会记住刚刚这个步骤，彼此提醒。水里乡农会家政班伫逐年中秋節進前，攏會做花做月餅。今年除了做古早味的綠豆椪，閣新學做一款彩青月餅，而且內底閣有加水里的糜仔，糜仔是在地出產的食材，讓這款彩青月餅閣較特殊，閣較有意義。彩虹月饼利用了紫色的地瓜粉，然后黄色的栀子粉，还有我们的蝶豆花天然的颜色，来去做成一层一层不同，就是彩虹的颜色，然后包上我们水里香，就是酸酸甜甜的梅子。家政班媽媽用心動手做了後，大家人看到水當當的彩青月餅出爐，攏真歡喜。除了學了師傅的好功夫，嘛希望這種有加水里的糜仔，真有因當地特色的彩青月餅，會當推銷出去，讓更較多人食看賣。記者綜合報道。宏泰 TV 來氣象較嘅小年代，氣象預報咱做回來看賣。北部地區為25度到32度，東部地區為25度到32度。南部地區為25度到31度，
南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6度到34度。也感谢今仔日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